世界不羁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欢迎收听《彩色人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真正所教会所制播的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希愿。圣经内底有真侪感动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人物伊的一生会当讲是起起落落啦亲像一出精彩的人生故事。伊细汉的时阵是老爸上听的一个后生，但是后来选互家己的亲兄弟来出卖所以人生会当讲是落到迄个谷底去啊。但是真奇妙迄神一步一步来带领伊最后甚至可以成做埃及的宰相啊今仔日咱圣经故事点点听的单元，咱要来听圣经当中实在真出名的这个人物约瑟的故事约瑟呢，留予今仔日的咱什么款上完全的榜样。咱今日继续邀请到咱文婷老师来到咱的节目当中跟咱来分享到这个精彩的故事。老师你好。希望你好，厝边隔壁大家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好，老师平安老师今仔日穿插无同款笑容嘛无同款是因为你今仔日要讲到约瑟的故事吗？老师，因为这个故事咱讲是好结局对是好的结局。而且伊敢若是圣经内底介绍了上完整的一个故事，为伊细汉活到伊做迄个埃及的宰相，我感觉做精彩的呢，嘛做有意义的。对，真正的伫咧圣经内底若是讲到约瑟的故事地当看到讲，这个人的人生真正是比迄8点档更加精彩。圣经内底嘛有讲到真侪伊内底心内底一寡变化。所以咱今日就会当借着老师讲的故事，咱来探讨着内底故事内底是毋是会当甲咱生命还有咱生活产生迄个连结啦所以一开始老师是毋是简单先来介绍讲约瑟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咱讲到这个约瑟伊就是雅各伊上爱的一个上疼的一个后生伊嘛真少年毋过伊和伊迄兄哥无同款，因为伊迄兄哥有当时做一寡无好的行为这个约瑟拢会去甲伊的老爸甲雅各讲。除了安尼毋是讲是做迄个尿白啊啦，伊是甲迄无好的代志，因为伊本身伊家己就是较正直。嘛较诚实，所以伊甲寡无好的代志甲因老爸讲，目的就是希望讲，因老爸嘛是会当去教伊其他的后生莫互因个行歹路去嘛对。因兄哥就对约瑟毋通伊安尼表现就无欢喜。啥那无欢喜咧？就是讲因老爸伤过头疼约瑟，是毋是安尼？就是伤过头疼约瑟佮甲伊做一领水衫一领彩衣互伊穿有一摆约瑟伊就做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伊甲因兄哥讲我伫咱的田内底会含五谷，个我的五谷是徛的。恁的下的是向我跪拜，因的兄哥听到当然嘛做生气想讲你是要做阮的王晓你是要来管阮晓因为伊的梦因的兄哥更加讨厌伊。对讲到这个约瑟就是伤正直伤真的伊嘛伤单纯真正做单纯的就想讲要和人分享还是家己的兄哥安尼嘛要想较济安尼那用咱即摆的话叫做白目迄时阵我读到这段的时阵，我嘛感觉伊小可白目安尼。但是伊是尊敬神的道理啦，所以因老爸可能自细汉都安尼个教育爸爸安那教安那敬拜神安尼是，就是按照神安怎甲伊
伊的雅姑安怎讲吼，伊就安怎教互约瑟因的后生祖囝嘛。啊，人讲迄个约瑟真正可能个性嘛较单纯小可啦吼。啊，讲到家己做啥物面梦吼，伊就甲因的兄哥安尼分享啊。对，啊，后来伊个做一个梦，佫一个，那才讲做。啊，后来伊做一个梦吼，伊就甲这个梦甲伊的老爸讲吼，向因兄哥讲，伊就讲吼，伊这个梦啊，就是伊有看到梦见一个太阳吼，啊，搁一个月亮，搁11粒星吼，向我跪拜。结果因老爸听到伊安尼讲的时阵，嘛做生气吧，嘛做生气诶！哎呀，就讲你做这是啥物梦啊？果然就是讲因的兄哥啊，佮听到安尼伊讲的这个话吼，佮愈生气。哇，真正，迄那咱可能嘛是会生气啦。啊，不过吼，有时伊成长伫个比较较复杂的家庭咧，因为伊那边有做侪太太啊，吼，啊，伊自细汉都无妈妈，吼，啊，因遐兄哥老是嫉妒他，啊，无就是陷害伊啊，所以其实我感觉伊的个性较孤苦，啊，不过伊真的很做正直的嘛，做善良的，啊嘛做骨力咧做工课吼。对，伊真正是骨力做工课，因为伊是上细汉哦。啊，所以因兄哥拢是互因爸爸讲派去爱饲羊哦，爱较早饲羊吼是爱行足远的路安尼哦，对啊，所以吼后来吼先讲因爸爸就叫伊吼去看因兄哥讲，你去看恁兄哥饲羊吼平安也无吼，啊即马惊讲迄羊群吼。嘛无平安吼，看无好也无平安嘛吼，所以伊希望讲吼，约瑟你去看觅下恁的兄哥吼，因有平安无，羊群有平安无安尼，好啊，迄行路行较早行路吼，拢行足远，哇，几啊百公里哦，对，因较早吼，先讲圣经有记。讲是伊是为希伯伦吼啊行去到示剑，希伯伦到示剑安尼，我迄时阵阁有小可查一个讲地图，对，伊就是有上北安尼行吼，差不多嘛爱行80公里90公里，哇，差不多啊，讲要上北哦，嘛是为想讲你为台北市吼行到新竹，哇，啊行遮。我感觉伊愿意行，袂甲因爸爸讲吼，遮远袂。阮哥平常时都无对我介好，我是安那要去甲因关心嘛吼。伊无呢，伊颠倒体贴因爸爸的挂念，佮关怀因哥哥的爱心。你看这个兄弟偌好啊，你吼。伊嘛袂讲扣分讲，因兄哥对伊嘛无讲诚好啊。迄个时阵，因兄哥应该就对伊无讲介好啊。因为就常常因为嫉妒嘛。老师伊嘛做单纯，拢袂惊呢吼。袂想讲，我家己若搁去坐伊，毋知搁去互因拍，还是搁去互因创治无？对啊，拢袂惊呢。是单纯，伊单纯。啊，毋过主要是伊听话。伊听因爸爸的话讲，这爱去看伊的兄哥有平安无？啊，羊群因为迄是因的财产嘛，是有平安无？啊，这是算伊虽然少年，毋过吼，伊知影讲这爱做代志爱负责任。对，啊，老爸交代的代志，就爱甲做好势。啊，因到实验的时阵吼，有人拄着伊。就伫产业遐吼，就问伊讲啊，你咧找啥？啊，伊就讲要找因兄哥吼，啊，因咧放羊安尼。遐个人就甲因讲，恁兄哥吼一定行去到刀滩啊，啊，刀滩遐吼，搁离示剑吼，搁差不多20公里左右。哇，啊，加的100几公里啊，百几公里。是，若是我吼，我就想讲吼，来顿好啦。要点死！啊，到尾伊是有找到因兄哥啊无安尼？哦，当然有找到啦。啊，毋过吼，无想袂到吼，伊的歹运就伫咧头前等。哇，发生啥物代志啊？因为因兄哥吼，就远远看到，迄毋是约瑟吗？就是爱做梦的迄个啊。哦，甲开啦，吼，迄个咪足搞的呢，哈。系啊，啊，有的人就甲伊讲。规气吼，啊，甲伊抬死。哎呦，啊，甲伊等一个坑内底。啊，到时阵吼，老爸也问，俺就讲吼，都有野兽吼，甲伊食去啊。因是共爸过母呢，吼。迄血缘关系嘛是足亲的讲吼。是啊，
啊话吼，搁好加在搁有一两个兄哥就想讲吼，唔通啦，因为吼伊嘛是算安尼兄弟啦，吼，对啦，唔通来甲抬死，啊无吼，俺家先等伫迄个坑内底安尼，是啊坑内底。因就想讲啊，无要紧啊，因就互伊伫遐看，互伊自生自灭安尼，吼。啊，毋过即两个算较有良心。较有一个想讲，有一个叫做刘边吼，就想讲要甲后来要甲救。是。啊，结果无救着。哦，嘿，因为最后因的其他的兄哥吼，就甲伊卖互经过遐有伊心马里人。哦，啊，要做生意安尼。做生意，就甲伊卖掉啊。卖掉，毋就往迄个埃及去啊。对，因就去埃及安尼。啊，最后因毋知影讲因的本来要救伊的迄个兄哥啊，想讲。哇，这个约瑟那无去安尼哦，啊，伊嘛毋知哦，伊嘛毋知，哇，到尾找无即个人呢？最后啊，无法度吼，因遮兄哥吼，因就讲白贼，就对因老爸讲吼，啊，这个约瑟哦，互野兽吼，拢食去啊！你看这衫裤吼，敢是你送互伊的迄领彩衣安尼？哦，你讲甲因爸爸骗哦？甲因爸爸骗。哇，啊是要安怎骗？啊，就摕迄个彩衣互因爸爸看安尼哦。就甲迄个彩衣吼啊，有染迄一寡野兽的血啦、羊的血啦，吼啊，就讲吼，这就是互野兽食去安尼。是。啊，因爸爸就当然嘛足艰苦的。啊，伊迄阵较几岁哈？迄时阵17岁。哎哟，17岁呢，啊，全去互卖到迄个埃及去。老师，咱先讲到这吼，咱来讨论一下讲，是安那因哥哥安尼遮尔嫉妒因约瑟哈，啊，都共爸告母咧，这咱来探讨一下。嘿，按真正来探讨一下，因为圣经顶悬就讲嫉妒，嫉妒吼，真正是会当互一个人吼，敢若心内底就是有魔鬼啊，吼，会你到失去理性。对，爱做足济咱无法度想到的代志。而且吼，圣经甲咱讲嫉妒会当互骨头拢浮起，你知啊？哇！啊，毋到迄个毒素已经进入到骨头内底，迄个无药医，无药医啦吼。对啊。其实有影呢吼，老师，迄嫉妒吼，敢若是咱敢若讲针对别人做成功的吼，其实咱咧看咱咧嫉妒的时阵，你嫉外嘛是你家己呢。咱先讲，总讲伫咧教会内底有嫉妒吼。你看就亲像讲约瑟康伊的兄弟共款吼，拢是手足。按教会兄弟姊妹嘛是共款，拢是手足嘛。对。嘿。啊，无人讲，我目睭会接到边啊，边啊会当竖空气，对，嘿，啊，目睭会当看到安尼，对，按互相接到安尼，咁活落去，活袂落去啊，吼，是未完整啊，未完整，嘿，因为每一个人温数甲才能拢无共款，有影呢，啊，神赐互人的拢无共款嘛，吼，所以安尼啊，接到吼会互教会变做是有纷争。啊，无法度当心，无法度当工。像讲吼，上好的案例就是圣经当中吼，讲到扫罗啊，伊毋是嫉妒迄个大卫，听到扫罗大死千千，啊大卫大死万万的时阵，伊的世界瞬间吼缩小去啊。是，迄个咱讲敢若剩到迄个比较，哇！爱甲迄大卫敢若用要甲大死，瞬间想要甲除掉这个人啊！其实安尼足恐怖的呢吼，真正足恐怖的。因为嫉妒就变做敢若看到家己的迄个私欲的迄个部分啊。对吼。啊，亲像讲即马网络顶悬，嘛有足侪人会甲迄上好的一面啊，吼，啊，有的是包装过啦，吼，就是讲上好的过好生活啊，开好车吼，还是讲。食好美食哦，对，个按赞吼，个咧比流量嘿啦，对，嘿，啊，就放伫伊的迄个网络顶悬吼，啊，大家有的人会看到会想讲啊，这都无啥呢，吼，啊，有的人就开始做什么会正义
魔人还是键盘侠呢？键盘侠啦，对哦，开始用家己的话咧讲攻击啊，呢是啊，敢若讲啊，这也毋是因靠什么会，靠老爸、靠老母吼，还是安怎吼，还是讲伊是什么无正经的头路吼。哦，所以咱网络顶悬真正老师你讲的吼，很有感呢。总讲啊，是伫厝内底，也是安尼制度吼，啊变做是一个社会的迄个氛围吼，啊，这个社会嘛袂讲真好。有影啦，像讲老师你讲到教会吼，其实嘛是有迄个案例啊，比如讲某一个信徒伊讲道啊，敢若吼特别有迄感动啦、生命啦吼，啊你原本迄个讲道的人就感觉哦，我都较无吼，啊那家己的影响力都被减低迄款的，啊嘛有讲哦，哎哟，我都服侍神20几冬啊，凭啥物即个打受洗2年，迄少年的你嘛会当徛伫咧台顶啊呢吼，即款心态都真做收落啊，吼，这个制度。所以老师要安怎？若有迄制度的情欲，你的建议是啥物哈？我一直在想吼，我看到这个有些行伊的就是因的兄弟安尼吼，就是因兄弟会对伊来制度吼，一部分是因为雅各真正足疼伊，偏心啦，偏心。对啊。啊，第二就是讲吼，迄个有些伊真正吼有当时想讲话伤直。对，没有技巧，没有说话技巧，就是可能真正是少年吼，所以伊无理解吼人的迄个心理是安怎想，所以有当时会变做讲吼，伊安尼伊虽然伊单纯啊，想要和人分享的安尼的心情吼，反倒会变成讲是互人嫉妒的机会。对啊，颠倒吼造成家己的这个危险啦。对啊，先讲咱若家己，所以咱也对咱家己吼，咱家己想讲，我若是为什么我会嫉妒别人，就是感觉讲比我更较好。对，比较有这种比较，有这种比较的时阵，我若是家己较自卑的人，我会感觉讲啊，我这么自卑吼，我唔通搁行伊来比，往正面来想吼，就是我较努力的。好，先讲我伫咧信用顶悬，我较努力的；我伫咧功课顶悬，还是讲伫咧做工课顶悬，我搁较拍拼。我嘛免去嫉妒别人，我会靠家己愈来愈好。另外一个就是讲，我若是自卑，伊会变成安怎？自卑了就是过度膨胀。变骄傲，哇，嘿。安尼嘛无好，总讲吼，有一种心态，我嘛是常常会提醒家己啦，是，就是安会当真正把主耶稣放伫安的第一位，对啦，你伫基督徒的厝内底吼，常常会看到基督是我家之主，对，就是基督就是咱厝内底的主，这个牌咱是不是会当放伫咱的心内？基督就是我的主。对，好，总讲就像保罗共款吼，伊就讲伊熟悉基督了后，耶稣基督了后，伊就看每项万事吼，拢是粪土。粪土，对，粪土安尼吼。对。伊就是认为耶稣基督，伊就是至宝，上重要的啦。对，上重要的，上宝贵的，搁会去看别人是安怎去展现讲伊伫咧网络顶悬的物件，还是讲因外在这些穿了水衫，还是外在成就安尼，咱都袂去看迄啊。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讲吼，咱要回归到咱甲神的关系，咱若相信家己伫咧神的眼中是无法度取代，咱都无需要透过讲我要证明赢过别人啊，还是比别人更较好啊，来证明家己存在的意义，对无？对啊。安尼吼，咱继续来讲到故事内容。算来就是有些伊红袂去埃及吧，对无？你想讲伊去埃及做奴仆吼，做人的奴才。哎呀，做人的奴才17岁尔呢。对啊，我想讲17岁我会创啥？
你高中吗？对啊，即马17岁，该读高中对无？对，该读册对无？吼，啊，17岁啊，去人兜做奴才，对，啊，伊人生看起都乌有去啊，对啊，啊，就想讲，总我也是讲，我做人的奴才，我可能就想讲，我一世人拢可能都被翻身啦，拢伫家，这就是神吼。要改变伊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伊后来吼，去互卖去哩埃及吼，是卖去一个叫做波提法，伊是护卫长，护卫长算真大啦，算真大，法老的护卫长哦，嘿，啊你袂歹哦，真正是真厉害。那伊伫个因主人内底的厝内底吼，因为神拢行伊同在，所以伊做每件代志吼，拢足顺利的。哦，是哦。啊，伊伫个伊主人就是即个护卫长的厝内底吼，即主人吼嘛，甲所有的代志拢派互伊去管理啦，拢交互伊安尼，啊，所以伊做的代志吼，因为神甲伊同在吼，所以想讲伊迄个虽然即个护卫长是埃及人吼，毋过吼嘛，互即个埃及人的厝内底还是田内底所有的吼，拢满满的福气哇！所以神唔那甲约瑟同在，佮甲因头家所有的财产、所有的代志拢同在。哎呦，哪有遮好的代志啊？真正是神为什么会和伊同在？咱就是知影讲，约瑟一定心内底时时拢有神，随时拢有想到神。而且伊可能做任何代志，进前拢先祈祷，或者是亲像咱即摆人生就好，亲像只有啥物疑问，工作顶悬有啥物困难，拢马上祈祷。伊就随时想到神嘛。对，所以神甲会和伊同在啊。无你若讲你袂记得神啊，神哪会甲伊同在？后来吼，因为即件代志了后，约瑟个主人因某吼，嘛是看约瑟吼生了真缘投，哇，嘿，啊个就是个搞做代志嘛，吼，伊就看到伊，就甲约瑟讲啊，无你和我做伙来做伙斗阵啦，吼，啊，这约瑟感觉，伊感觉安尼做。唔敢啦，哪会敢？对，因为心内有神啊，心内底有神吼，伊就甲即个因的主人的太太就讲吼，因为伫即个厝内底吼，主人甲所有的代志拢交互我，敢若有你，因为你是伊的某，对啊，我哪会当做即个大恶事吼来得罪神？虽然讲即个因主人的太太甲引诱啊，吼，伊拢不为所动。是啊，有一天吼，即个家里面没有人哦，厝内底无人，厝内底拢无人的时阵，即个太太想讲机会来啊，嘿，就甲伊，甲即个约瑟诱掉的，讲吼，无即马无人啦，你和我做伙来啦，吼，哇，和我斗阵做伙安尼。当然约瑟无爱啊，惊着，对，紧走啊，结果走了后因为衫裤吼，都互伊太太主人掠着，就伫个，所以这太太嘛做凶诶，真正凶。后来吼，对，这太太就甲伊诬陷。嘿，甲陷害哦，陷害讲，你看这翕壁来人吼，就是吼，要和我，要对我就是无礼貌啦，对唔对？无礼貌，伊见小灯上去，是，真正是见小灯上去，啊，就互即个护卫长想讲，哇，搁要我对你遮好，啊，你搁要欺负阮太太，所以伊就甲即个约瑟吼落家。啊，这个家吼，佫是这法老的关犯人的所在哦，家甲内底去啊呢，是哇，老师听到这哦，我拢感觉要替约瑟啦，哇塞！那会感觉伊逐项拢无顺呐，吼，虽然讲工作啦，吼，啊，搁有生活当中，是拢甲伊同在，啊，但是奇怪，伊拢会拄到即款遮尔困难的代志安尼吼。你就想讲做代志遮尔啊认真吼，我拍拼搁帮你管理处理来。厝内底的代志吼，我搁忠心呢。对，啊，为什么我可以拄到这款代志？要不过吼，神啊，甲伊同在哦，我相信哦，刷落来嘛是共款啊，拄到困难应该是嘛是还搁甲伊同在啦。是，我是感觉有时伊真无简单的所在，就是讲吼，为头到尾吼，伊拢无讲吼。
啊神啊，你若对我遮尔啊无公平哦，毋捌甲埋怨过啦，甲神埋怨过啊！我你看我拢一点遮委屈啊！我本来是老爸上疼的一个后生呢，对啊，结果我互卖来遮做奴才，是啊，即马我搁互陷害，嘿，落伫个家内底吼，为虾米你对我安尼吼？圣经内底拢无讲呢。是吼，啊，伊就到间内底吼，间内底吼，够厉害啊，够厉害，安怎厉害？因为伫个间内底吼，神嘛甲约瑟同在，哇，故事精彩啊！哇，伫个间佫会当表现出啥物神甲同在的代志咧？所以吼，神的施恩互伊吼，伊到。感觉伊落家了后啊，嘿，这耶和华吼嘛是个含约瑟同在哦。哇！所以吼，所有这管理这家内底这环境的这个管理的人，管理员呐，管理员吼，就甲所有的犯人拢互约瑟去管。哈，有这款代志哦。可能因迄时阵做欠人手啊。哇啊，反正就感觉伊表现了真好吼，会当相信。哇，会可见约瑟吼，真正不论讲话啊，吼，佮有态度，啊，佮有伊的内涵吼，应该拢互人感觉讲，伊就是一个足无共款的人。是啊，所以因这个家嘅管理员拢嘛知影吼，所以甲所有的代志拢交互伊了吼，所以神吼，互这约瑟做的代志拢足顺利的。哎呀，毋过吼，我若听到老师讲到这段吼。真正嘛有一款感情啊，约瑟一世人敬畏神，而且老师头先嘛有讲，伊嘛袂因为讲环境袂顺遂吼，也是讲人生的路途哪会遮尔坎坷来埋怨神。但是咱这听故事的人都会感叹嘛，对安尼替可怜呢，是安那伊的人生的拄到的代志是遮尔坎坷安尼，真正是足坎坷的。而且我若是约瑟吼，我就想讲啊，我得互买来啊，买来好啦，做了做奴才，啊，互陷害落家，好啦嘛无要紧啊，我着随遇而安好啊，啊无我着伫个家内底嘛是做我本分的代志安尼。毋过我会想讲，安尼什么时阵我该当处理？啊，对啊，还是讲我总是爱想要出去啦，对啊，还是讲我一世人都拢伫个家，哇，因为我是一个奴才身份呢，我无啥物地位。嘛无啥物靠山，是啊，啥要互我处理？可能迄时阵我若是约瑟吼，我会感觉足无希望的。对啦，我嘛是会感觉安尼吼，人生都乌有去，哪有机会啦？机会伫对，哇，安尼都爱来看神，看神要互伊机会无？后来再过来看这段的时阵吼，毋知是约瑟伊嘛是知影讲，伊会甲即个过程吼，想讲啊，可能神要互我功课。要互我做一寡我人生无做过的功课，安尼我以后会安怎我毋知影，毋过我先甲这个人先交代我的代志，我该做好势这样呢。啊，所以对代志拢是做代志拢是忠心的。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吼，伊伫迄个当下，伊敢若看头前看目前，对，但是这个目前呢，伊的心内还阁是敬畏神。尊重神啊，相信神为伊所做的拢是上好的安尼，足奇妙的啦因为迄时阵和伊关做伙，还有其他两个人，一个是法老的管理酒的酒政，一个是管理因法老伊的食米的，看有毒啊无毒啊，对，嘿，就是伊的讲厨房长啦，酒政行迄个厨房长因拢做一个梦，啊，拢无人会当解说后来约瑟伊就讲这个解梦拢是神，伊甲我多解嘛安尼无你甲这个民梦甲我讲啊，酒政就甲这个约瑟讲民梦了后约瑟就甲伊讲3天了后你法老就会叫你出家，啊，互你回去官复原职安尼，你会当继续做伊的酒政。
啊，佫出去佫会当做官哦，哇，毋足欢喜诶，这个酒真欢喜。是，这个有些伊就甲伊讲，啊，毋过吼，你啊出去的时阵吼，你爱纪念我，纪念我，佫伫内底啊，我佫伫内底吼，你甲我老公吼，我是无辜诶，救我出来这个家楼啊！哇，太好咧！都无嘛有这个机会，嘿，嘛是有这个机会啊！吼，过来吼，就是这个关督房诶，关督房诶，督房长哦，伊就听看到讲，这个改梦改了真好哦，伊就甲有些讲啊，无我即马吼嘛有做一个面梦哦，啊，这个面梦是安怎，伊就甲有些讲，啊，有些就甲伊讲吼，嘛是3工内底吼，法律就袂甲你抬头，甲你讲，就是伊的死就对啊，伊的死哇，你足艰苦的呢吼，真正。啊，毋过这都是事实嘛，对不对？真正，真正第3工了吼，迄个督房长真正就出家，啊，毋过就是死路一条安尼。咱就想讲，安尼究竟？伊官复原职啊，都出去个做官嘞，啊，是毋是伊有时就有机会通个出来啊？当然嘛有机会。迄第一咧，迄若我吼，我去用帮忙讲，我出去个会当做官，我一定会家己的，绝对袂去放袂记的。吼，同无我第一届看到反倒我就甲讲，迄家家内底有一个有性哦，伊正敢有够高的，我甲你讲，你一定爱放伊出来。敢无吗，老师？啊，个伊都酒精都袂记你啊，酒精。酒啉伤济啊你哈，伊都袂记你哇，安尼害啊，啊过就个安尼个过了2冬，搁爱过2冬哦，时间搁安尼过去，搁过2冬啊，过了2冬，哇，发到做梦，有7只迄肥美的牛吼，为迄河安尼爬起来。7只有够歹啊，够打散的牛吼，和7只这水的牛徛做伙安尼吼。最后啊，这打散的牛啊，就甲迄7只肥美啊加水的牛拢食了。哇，哦哟，嘿，好，做特别的梦呢，真正特别的梦。啊，发到伊个做一个梦，伊有梦见一个麦穗，啊，这个麦穗吼，够水啊，够真饱满，啊，毋过吼，后来阁有7个麦穗，啊，这麦穗吼，就喺东方吼吹甲拍拍安尼。哦，啊，最后这个拍拍的麦穗吼，大家这饱满的麦穗拢阁食去啊。后来这个法老吼，就想讲，伊感觉吼心内底足不安的吼，伊就甲遐个做法事的人吼，拢叫来，讲这个梦要怎改，无人会当改呢。哇！这边改，迄无简单呢，吼，真正无简单啊！咱若想讲，这到底是啥物面梦吼？啊，改无好吼，嘛会互抬头对哦。啊，这时阵酒精伊就想起来啊。哇！啊，这时阵呢，伊就看法老的梦拢无人会当改，伊就想着约瑟。啊，这时阵吼，伊就法老就甲约瑟真正的为家吼。甲伊提出来，啊，叫伊改即个梦安尼。有些就甲伊法老讲，即个改梦吼，毋是我，是神吼，会讲平安的话吼，法老知影。所以伊拢先归荣耀互神的吼，哇赞！这文书吼，伊袂讲啊，这就是我搞。对啊，吼，伊个谦虚啦。哦，对啦。后来吼，法老就对有些讲，这个梦吼。啊，讲了，有些就开始改梦啊。伊就讲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讲吼，7只的好的牛吼，就是有7个好年冬，7个麦穗嘛是7个好年冬，啊，毋过后来吼有7只迄个打散的个歹的牛吼，就是歹年冬，啊，迄7个拍拍的麦穗吼，嘛是7个歹年冬哦。所以即马伊就甲法老讲吼，所以埃及吼将来伊有7年吼是大丰收啦。啊，这种大丰收吼，连较早的情形拢无过哦。嘿，所以是这时阵吼，伊爱紧请法老吼去选一个吼有智慧啊有聪明的人。来管理这个所在吼，啊，先甲丰收一寡物件吼，先囤起来，啊，等好吼歹年冬的时阵，大家较袂枵死。结果法老伊就讲吼，要像安尼的人，爱有神的灵吼，伫伊的内底。对啊，啊，就是约瑟利啊，伊上大的目的是啥？你知无？是啥物？因为吼约瑟吼，伊做宰相对无？对。
伊救了埃及全地哦，安尼毋知是几万人的百姓。最后因为伫个因老爸的故乡遐吼，嘛发生饥荒。对啊，吼所以因最后伊就甲伊的兄弟吼，跟因老爸拢接来埃及地。做伙大，做伙照顾安尼，所以有时伊无报仇哦，伊无报仇，因为伊就讲吼，因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哦。有当时拄着这些痛苦困难的时阵吼，也是讲看头前无路的时阵，其实毋知影哪会拄着这些代志。毋过会当想到一件代志，就是讲神互这些代志发生。伊就是有美好的稳定伫后壁的等咱，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讲，咱爱有迄个属灵的眼光啦，就是咱若拄到什么款的这个代志，咱拢会当有迄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到神迄个完全的爱，还有神完全的计划，所以咱就会当逆来顺受就会当处之泰然，对不对？到尾可以当完全来下面伊的兄弟啊。所以呢，咱故事最后其实有时圣经故事，互咱真侪生命的教育甲属灵的意义。所以老师，你最后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咱有时的这一生，你要安怎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鼓励甲提醒？因为咱看有些一生神拢和伊同在，对，所以我在想。咱若是拄着迄困难啦，无管是工课啦、家庭生活还是讲伫教会，还是讲和人人际关系等等等是咱拢会当求神做咱随时的帮助。因为神是赐福气的神，所以福气就是平安跟喜乐啊。但是有当时神会透过一寡苦难。包装成礼物，要来互咱今日咱其实非常感谢老师讲到这样精彩有趣的故事啦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完文婷老师分享到咱有趣的故事，相信你有真侪收获人生伫这个世界上无法度一路拢顺利的啦。真侪人拢是坎坎坷坷但是修补有时伊所受的迄个上好的良药都是神的爱，神互伊力量会当伫困难的环境当中再一次站起来，神的爱嘛会当互伊原谅当初时出卖伊的人。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即马是过着好的日子，也是当咧经历亲像家业同款遮尔辛苦，但是请你一定要会记咱来效法着有时伫受苦的时阵，会晓安静听候神来开一条路，因为万事拢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会当得到益处。今日非常感谢文婷老师过来到咱的节目当中，带互咱遮尔好的、遮尔大的鼓励最后，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愿神赐福，互咱所有听众朋友。咱后一回空中再会，平安，平安。因为时间的这关系，咱伫节目结束之前，希望要邀请所有听众朋友做伙用着虔诚的心来向天顶的真神感谢祈祷，奉主耶稣性命祈祷，亲爱的天父真神耶稣祈祷，感谢你，互阮知影人真正需要的到底是啥物？圣经教阮讲，世间人上深的款法，就是甲造物主恢复关系，互灵魂得到永生的愿望。基础神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万物的时阵，嘛创造了时间。时间伫物质界当中来运行，所以阮人的一生拢受到时间的限制。伫诗篇90篇10节到11节来讲，人的一生大约是70岁到80岁。年幼的时阵，感觉时间过了真慢，但是愈到年老，又搁感觉时间亲像咧飞共款。到了退休的年纪，更加深刻感受到人生亲像流水。年纪愈来愈大，人的肉体无论安怎来保养锻炼，拢抵袂过生老病死。因此，真侪老大人愈接近生命的终点，就愈惊来死亡。因此，
人虽然活伫时间的限制内底，内心却犹原仰望着永远。这种仰望永远的心，是神你藏伫人生命内底的记号。阮的肉身袂当永远存在，但是人的灵魂却是永远的。也因为安尼，所以阮每一个人拢需要这份信仰。求主耶稣会当开启听众朋友的心，借到这部收听，会当知影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嘛求主耶稣感动听众朋友，来到有圣灵同在的真耶稣教会查考道理，找到真神，接受救恩，得到永远袂死的生命。嘛求主耶稣，你的平安会当进入到每一个听众朋友的心中，嘛会当临到因的家庭。最后，阮将这一切尊贵、荣耀、颂赞，拢归乎天父真神耶稣基督。哈利路亚，阿门。各位亲爱好朋友，时间过了真紧，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想要查考更较侪道理，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订阅阮的节目，留话互阮，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嘛希望好朋友会当分享互你身躯边的人。感谢你的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平安。